开始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搁一遍保守看顾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透过礼拜甲你三亲近，听你的话，也明白你的心意。所以，阮恳求主，你这个时刻帮助阮，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学习用敬虔的心，伫礼拜中间，用阮的信心来得到你的欢喜。恳求主你赐福看顾，阮今早起的礼拜，阮特别将礼拜中间服侍的正当工，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经过阮手所做的工，无论司琴、献诗、诗会、传讲信息，拢得到你的欢喜。主，阮今仔日也要伫你的面前来供守圣餐，甲你同坐道。恳求主你透过圣餐，互阮搁一遍思考阮甲主耶稣基督中间的关系，互阮会当保持即个圣洁的交通，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你的圣名。亲爱的主，今仔日也是阮庆祝双年教会109周年的周年庆的日子。阮感谢你伫百外当前，你找见信仰的前辈，伫遮奉你的名设立双年教会。但经过百外当来，阮领受你的恩典，伫即个所在定军，成做即个所在的一个祝福。阮要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阮也恳求主你持续，互阮看见你的心意，会当照你的计划去推动，互双年教会经历你所赏赐恩典的日子，会当发挥你所互阮的疼心，伫即个社区、伫即个城市、伫即个国家，继续为你做见证，荣耀你的性命，也带予更较侪人祝福。阮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阮也将阮心所爱的台湾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伫150几当前，你找见宣教师，伫这个所在报扬救人的福音，伫台湾各地设立教会。阮恳求主，你搁一遍点到复兴的火，互台湾的正教会当接受你所交代阮的责任，互阮会当完成你救人的计划。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台湾的百姓，互阮伫即个所在徛起安居乐业，特别有追求真神的心。恳求主你持续引带保守看顾。主啊，阮知这世间犹原充满了真侪冲突、争战，无好的事常常伫阮的中间发生。阮也恳求主，你会当施行你的公义，骗行你的仁爱甲和平，互阮人类真正会当反悔，来追求真实的平安伫阮的中间。恳求主你帮助阮。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在座甲线顶的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声来讲，相连教会生日快乐！咱只是用悲悯心要来敬拜咱的上帝。恁着学了耶和华，耶和华的奴仆啊，恁着学了，学了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学了，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了的。咱即时要三甲来吟诗，圣诗302首，救主，我少念你的诗，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即时要按头来祈祷。万宽能的阿爸爸上帝啊，阮正信的兄弟，伫主的生日，要来到圣殿来敬拜你。咱台湾原本是活伫敬拜偶像的罪恶中，无分伫主的恩典。主啊，你任命带伫这个岛屿的百姓。你伫150当前呼召加拿大马偕宣教师进入北台湾这块福音爬远的所在，来传扬你的救恩。伫迄个传统保守的年代，要接受外国人所传的，因拢毋捌听过福音，是何等的艰难。马偕宣教师伫宣教的过程，拄着真大的抵挡、雷骂，甚至互人结石头来攻击伊。主啊，你坚固马偕宣教师的宣教意志，你予伊勇气冒着性命的危险，继续向前行。你予伊对你遐来的疼心、疼惜徛起伫即块土地的每一个人，
你予伊医疗的温顺来接近人群，用满喙齿帮助人医好病痛的福利，甲人建立好的人际关系，然后才阁将福音传予人，这是上好的降福宣教策略。你予马偕宣教师经历到圣经所讲的流目屎野种的，伊要欢喜来收割的喜乐。伊一世人传福音将近30年，受洗的人数做到2633个，设立了60间的教会，培育了60名台湾籍的传道人，奠定了北台湾的宣教基础。主啊，阮今仔日，阮要来纪念马偕来台湾宣教150周年。一方面，存着感恩的心，感谢主你的怜悯，也感谢马偕一世人为了台湾的付出，也因为安尼，咱信仰的先祖才有机会领受到主的福音，也因为安尼，才有机会伫109年前起造了双年教会，才有今仔日的咱正信徒的兄弟。一方面，阮要来感恩；一方面，阮嘛要来悔改认罪。阮白白领受你的救恩，甲马偕当年的宣教环境来比拼，是好千万倍。阮却是失去了宣教的热情，直到阮的教势哪来哪衰微。主啊，求你来赦免阮！主啊，求你来赦免阮！主啊，阮伫阮牧师团、阮的中职同工，甲阮的兄弟咧啉做悔改时，感谢主你来怜悯阮。搁一遍点到阮教会复兴的火，伫今年起差派我牧师甲一阵同工进入基金会迄个呼召的所在，要来开拓新庄分堂。基金会透过长辈到府服务、日间的托老照顾、孤单老人的送餐、弱势儿童的课后的辅导等等的服务来接触人群。用福利甲人建立关系，然后才阁将福音传下去。亲像当年的马偕使用的降福宣教策略去广传主的福音，并且将迄个要洗礼进入教会兄弟，用永续系统的建造因成做基督的精兵，互咱会当共同来起造健康荣耀主的教会，有能力甲主同工，不断开阔上帝国度。亲像当年使用马偕，你来使用咱，大大复兴主的教会，求主兴起本堂的兄弟，为新庄分堂的开拓来守望大道，互新庄分堂的同工也亲像马偕当年的宣教精神，有排除万难、坚守到底的宣教意志，互咱同心合意，为着双连未来10年，种下了一丛结实累累的生命树，来荣光主你的名。主啊，阮的祈祷也是无完全，阮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来祈祷。因为国、人民、平等、忠实、守，代代不息。阿门。接续，咱来启用，我来启会众来因。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的就是得罪你尔定。直到你讲的话显明做义，
我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由你用牛膝草来洗我，由你洗我，由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由你用你的面目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若无爱这物，因为你无爱这物，你若爱我，就要现。上帝所爱者，就是忧伤的神。咱这是会众起立，咱们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上帝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以你的圣经下来，对在世我的自己，为了了解生活，电视的心爱中的领悟，给他一对象的我，求你拿这个专业的上帝光明，因为对他的心好啊，信仰，我信圣经，我信神，公共的道会，行道的相逢，最下面有配合我，永远光明，阿门。咱这是俄勒圣歌队要用，这是上帝所定的日，要来俄勒上帝。感谢圣歌队用这水的歌声，带咱来讨论咱的上帝，将一切荣耀归予主。咱这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到第10节，
现代中文译本315页，台语汉语本330页。我只是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我是保罗，我甲西拉、甲提摩太写批互帖撒罗尼迦教会，属伫拜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正信徒，愿恁拢得到稳定甲平安。阮常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伫祈祷中不断提起恁，伫阮的拜上帝面前纪念恁怎样甲即所信的实行出来。怎样用痛心劳苦工作，佮安怎样坚守着对咱主耶稣基督的愿望？兄弟姊妹啊，阮知影上帝听恁、敬选恁，阮将即个福音传互恁，毋但是用言语，嘛是倚靠圣神的大气力，也是根据对福音的确信。恁拢知影，阮伫恁遐个时生活是怎样的？一切拢是为着恁的好处。第6节，恁效法了阮，也效法了主。虽然恁拄着大苦难，也搁伫圣神所赐的喜乐中来领受信息。因为安尼，恁诚做马其顿甲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模范。主的信息毋但是对恁遐传到马其顿甲亚该亚，恁对上帝的信心也传到远近各所在。这实在毋免阮加讲，大家拢咧传讲。伫阮访问恁的时，恁安怎接待阮？佮怎样离开我上归应上帝？希望即位搁我搁亲的上帝，也仰望着伊的囝。耶稣对天顶降临，这位耶稣就是上帝，予伊对死搁活的迄一位。伊予咱脱离迄个将要临到的上帝伊的生气。今仔咱本堂的蔡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建立健康的教会，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话，愿上帝祝听伊话，搁照安尼行的人。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咱教会109周年的周年庆。其实咱每一档拢会庆祝，而且纪念这个日子。咱伫这个日子中间，咱一方面想念过去100多年来上帝对双连教会恩典恩赐，但是另外一个更较重要，就是咱咧过这个日子的过程中间，咱毋是尔感谢、欢喜、快乐尔。更较重要的是，咱爱伫这个时刻去思想，当初是上帝设立双连教会的目的。咱爱因为年会的加添，互双连教会真正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更加会当荣耀上帝，更加会当祝福众人。咱期待双连教会当成做一间荣耀上帝、祝福万民的教会。那安尼免成做这款的教会，就是咱期待上帝帮助咱去做健康的教会，因为教会若健康，接近这间教会的兄弟姊妹就健康。兄弟姊妹健康，就当勇敢去为主做见证，荣耀上帝，祝福众人。所以牧师要透过今仔日的经文，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间健康的教会本质。要领受上帝为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109当前，伫这个所在，奉你的名所设立双连教会被起造，经过100多年来，伫主的恩赐、主的恩典以及先辈的努力下面，双连教会今仔日有缘徛踮伫你的面前，成做你的器具。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伫这个较要紧的日子去思考你过去所带来的恩典，以及未来阮安怎照着你的计划去行，通成做一间荣耀上帝、利益众人的教会。
恳求主你拍开阮属灵的目睭，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出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根据《使徒行传》第17章的第1节到第10节的记载，这是保罗第2遍传道的时阵，旅行传道的时阵，伊对亚洲将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个城叫做腓立比。当伊离开腓立比了，伊就在腓立比离这个所在吼，这是欧洲。然后伊就沿着路地亚、安菲波利、阿波罗尼亚，经过这城市了，伊来到一个海口的城市，就是帖撒罗尼迦城。帖撒罗尼迦城是一个港口，咱会当讲当时阵啊，伫港口的城市，都是比较较富裕繁荣的城市。也较侪人口伫即个所在出入。保罗甲西拉来到即个城市了，照着过去因的宣教模式，因就先去找着犹太人的堂会，然后会堂吼，然后伫即个所在连续3个安息日，伊拢甲伫会堂内底，甲犹太人根据圣经去辩论有关救恩的问题。结果，咱看见着。保罗做真好的事工，伫即个中间有一寡犹太人相信，而且中间也有做伙伫即个会堂咧敬拜，一寡敬拜上帝的希腊人，甲妇女界领袖嘛相信。所以福音一开始，经过保罗的努力，上帝的保守，开始有一寡成果，因就成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毋过咱拢知影。福音事工伫倒位兴旺，伫迄个所在，就会拄着相款的阻挡。所以开始有一寡当地犹太人，因为心内怨妒，看见着保罗因有遮尔济、遮尔好的成果，所以因就招聚一寡罗马结群结党，伫城内引起暴动，目的就是要打击这间教会，爱保罗甲西拉。赶紧离开这个帖撒罗尼迦城，所以保罗就不得不离开伊当设立的这间教会。但是上帝就是遐尼奇妙，虽然这间伫真短时间所起造的教会，而且一起造教会了，就遭受到迫害的教会，这间教会却继续坚持落去，成做美好的典范。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的第6节到第7节，都是一个真好的证明。咱看见着保罗安尼讲，伊讲虽然恁遭受到大苦难，有缘伫圣神所享受的喜乐中间领受信息，所以恁诚做马其顿甲亚该亚所有信徒的典范的模范。所以一间他设立的教会，而且佫马上拄着迫害的教会。因诚做一个活我的见证，甚至诚做马其顿甲亚该亚所有信徒的一个模范。所以咱特别对这段经文中间来学习，这间帖撒罗尼迦教会，伊有真重要的秘诀，互因会当诚做一个真水美好的见证。咱看见着伫这段经文的开始，保罗。就提起着帖撒罗尼迦的3项真重要的特质。伫保罗替因祈祷的过程中间，伊为着3项代志来感谢上帝。伊安尼讲：，阮常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伫祈祷中间不断提起恁，伫咱的爸上帝面前纪念恁怎样将所信的实行出来，怎样用疼心辛劳工作。佮怎样坚守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愿望？保罗伫遮说明，伊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感谢上帝的3个原因。这3点拄啊是健康教会应该爱具备的3个要素。第一，咱注意来看，就是因将因的信用、因的信心实践出来。第二，因伫这过程中间用疼心。
辛劳的工作做工。第三，因坚守对主耶稣基督的仰望。其实这就是咱真实的信心、仰望甲忍耐这三项真重要的信仰素质。真清楚，这间教会伫保罗眼中是一间达到信心、仰望甲疼心这三项标准的健康教会。伫保罗的批信中间，伊一再强调信心、仰望甲疼心这三项代志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伫保罗的想法中间，会当久久伫地伫这世间上的，只有信心、仰望甲疼这三项。所以咱若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13节，保罗就是安尼咧表明。所以这三项伫帖撒罗尼迦教会拢有真明显见证出来的特质，咱来学习。所以无需要期待咱相邻教会会当真正活出信心、仰望甲疼心的健康的特质。所以接下来，我需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这三个特质。第一个，咱要分享的就是信心。保罗讲，伫咱的爸上帝面前纪念恁怎样将所信的实行出来。而且信心是指啥？是指对上帝绝对忠心的信心。咱对圣经中间，咱拄则有讲过伊的背景。保罗伫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了，当地犹太人因为怨妒因伫福音事工的成就，就煽动迄个城的百姓，想要将保罗甲西拉关入监狱中间。好佳在因两个人先离开。保罗人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伊的心也踮伫这个教会中间，伊袂放心遐个信徒，伊真惊讲这拄拄呾成立的教会，伫撇开下面就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伊就派伊的门徒提摩太去了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后来就咱所知，当地信徒无因为有犹太人的撇开因就惊吓，反倒当因更加有信心。而且，伊为着因这款的信心来感谢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一间健康的教会应该是爱持续坚守对上帝的信心，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拄着困难挫折，对上帝的信心永远伫地。保罗伫遮讲，恁怎样将所信的实行出来，就是表示讲。信徒因伫生命中间表现出对上帝的信心，因表现信心是表现伫什么所在？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因为倚靠上帝来得到喜乐。伫第6节中间，保罗安尼讲：恁学阮也学主，虽然恁遭受到大苦难，犹原伫圣神所赏赐的喜乐中间领受信息。所以保罗咧说明讲，因拄着大的患难，但是虽然受真大的迫害，但是因犹原时时倚靠上帝来得到喜乐。这种外在喜乐的表现，就是伫患难中间犹原喜乐，就是表现因心中对上帝倚靠的信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嘛是安尼，伫任何时刻拢爱倚靠上帝来喜乐。对安尼来证明咱对上帝的倚靠、对上帝的信心。咱想看卖，如果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每一人大家拢是悠悠求求，要向传福音，去悠悠求求，安尼是咪见证讲，咱的上帝是一个平安喜乐的泉源呢？如果咱相邻教会的信徒，每一人拢是非常软弱，安尼人免哪认捌这个赏赐稳定甲能力的上帝。所以喜乐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所以保罗伫真侪批信中间，拢命令信徒爱倚靠上帝，伫主内底爱得到喜乐。第二项，伊毋是简单表现出喜乐尔，因也常常去宣讲上帝的作为。咱看第8节安尼讲主的信息毋简单对恁遐传开到马其顿甲亚该亚。恁对上帝的信心也传到远近
逐个所在。也就是讲，因对上帝的信心，伊毋是无暗藏起来，反倒当将伊扩大出来。因常常去分享上帝伊伫因中间所带来大稳定，甲上帝的作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的信心是表现因愿意宣讲、表现即个对因、即个互因得救的上帝，表现咱对上帝的信心，在伫咱常常去宣讲上帝的作为。我看有人信耶稣，敢信了真歹势吼，毋敢互人知影讲咱是基督徒，这是毋对的。咱要勇敢将上帝的稳定的大权能，凭咱的信心来宣讲出来。因为安尼，别人也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所以教会无应该是封闭的，应该是开放的。咱即几冬来，确实因为疫情的缘故，伫教室发展顶面比较较慢。但是伫即个时间，伫即个机会，教会也伫无共款的方向顶面咧敲找突破点。譬如讲，咱20冬前有设立传播委员会，咱今年也去设立数位发展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设立，就是希望利用无共款的管道，甲别人接触去分享福音。其实这毋是讲领这两个委员会会参与的人的代志，这是咱每一个信徒拢会当参与的代志。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参与这项工作。我是有参加真侪这咱大家赖的群组吼，我不时吼接到大家打我请安吼，早安、午安、晚安吼，拢不时拢发讯息互我吼，拢看袂了吼，大家都照时间安尼传甚至有诶到暗时搁咧早安吼。大家拢有这个能力将这个信息传出去。无需要大家讲，其实咱传播委员会有制作真好的节目，咱每一天拢有每一天的读经进度，咱拢会当利用这个赖群组，咱叫几个大家拢会晓嘛，试着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咱咧传的过程中间，就是咧对人分享讲上帝伫咱中间的作为甲稳定。咱今年设立数位发展委员会，就是要配合这个，帮助大家更较容易会当甲别人结连。所以透过这款的时间，咱就将咱所领受的稳定分享出去，这是表示咱对上帝有信心啦。所以咱教会中间有 FB 有新设立的官网甲赖，咱等报告的时拢互大家了解咱有做这个时间，咱做伙来参与。咱想看卖，咱教会有遐尼侪兄弟姊妹，大家拢传互咱的朋友，一个传2个，一个传10个，迄个扩大的能力是真大。咱礼拜日可能伫这个空间中间，你会当有接近800个到1000个人听到上帝的话，但是咱来传出去，可能有千万的人拢会当听到。这是咱会当参与的时间。咱伫参与的过程中间，就是咧见证咱对上帝的信心。咱有遮尔好的一个上帝，搁真搁我大权能的上帝，就是爱将伊分享出去。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来看健康教会的第二个特质，就是疼心。保罗伫这个中间，伊安尼讲，伊讲因怎样用疼心辛劳工作。这疼心，这个疼吼，伫希腊文中间是用阿卡贝这个字。这个字牧师也大概解说几啊遍。这个字真正意思就是讲，咱所疼的对方吼，假使无达到咱疼的所在，咱犹原是疼。这是来自上帝的疼。这种疼是种无私的、主动的，是种完全的，是种属上帝的疼。保罗咧学了因讲，因中间有耶稣基督迄种无条件的疼，用安尼的疼咧辛劳工作。好啊，本将这辛劳工作翻译做所受的劳苦，意思是讲，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因愿意为着疼别人来牺牲家己啊。咱来明白，伫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教会中间，当设立的时阵，伊的成员有犹太人，有希腊人，也有一寡妇女界的领袖。咱来理解哦，
这今仔咱看是真平常，但是伫迄个时代吼，要将这三款人来合作伙是真困难的，因为无共款的信仰背景，无共款的文化背景，有无共款的社会地位，这人真正足困难斗阵的。但总是因为上帝的疼，因对上帝遐领受真正的疼，所以因会当合作一。所以初代这个教会，包含帖撒罗尼迦教会，都、就是充满这种阿加贝的疼。咱若查考《使徒行传》第2章43节到47节，中间描述上介早的初代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开始嘛是安尼，大家无啥物分别，无啥物人较贫贱富裕，无即款分别，大家拢是彼此分享，同心祈祷，做伙讹罗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上联教会要成做一间合上帝心意、健康的教会。咱真正需要对上帝遐来支出疼，而且分享彼此的疼。所以牧师有2项真重要的建议，咱会当做。第一项就是咱伫疼的中间彼此来代祷。咱会当做的一项上界美好的服侍，就是替别人祈祷。今仔经文中间，保罗安尼讲：我常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伫祈祷中间不断提起恁。意思讲，帖撒罗尼迦教会拢放伫保罗的心中，保罗不断拢咧替因祈祷。所以咱组成一间教会，咱来放将上帝所赏赐咱的兄弟姊妹放伫咱的心中。兄弟姊妹所拄着的这代志，都是改成亲像咱拄着的困难相共，咱着为因的需要献上咱的祈祷。伫祈祷中间，为教会集体献上咱的感恩甲祝福，这是疼的上介好的表现。所以牧师期待讲，大家拢会当来参与伫咱中保大道的事工。参与中保大道的事工，毋是简单讲伫礼拜伫周间的中间，咱奉献咱的时间来祈祷。咱嘛会当写咱需要人代祷的这个代志，写伫这代祷卡顶面，或者人会当做伙来服侍。这就是一种同工啊！大家会当将别人的需要放伫咱的心中，为伊代祷。这是上介好的一种服侍。佮另外，咱会当伫听中间分享生命，代祷了嘛爱有行动。上帝设立教会，互咱伫教会中间有团契、有小组，这是上帝赏赐咱上介好的礼物之一。互咱伫小组中间、伫团契中间，会当彼此扶持、互相关心。大家爱好好珍惜，毋简单安尼吼，咱对外嘛爱付出关心。因为咱甲这世界是相牵连的，咱毋通想讲，今仔日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甲咱一点仔关系嘛无。有遐远的所在，其实伊拢会连带关系，会去影响到咱。所以咱嘛爱常常去关心这世界的代志，而且影响这个世界。咱教会除了有设立无共款的机构去做服务以外，伫教会内底嘛有设立教会甲社会委员会。教会甲社会委员会主要就是帮咱伫社会中间一寡需要的代志，咱包含给咱的救助，包含一寡弱势的帮助，伫原住民的这教会宣教师的关心，佮有一寡教会伊要推动一寡事工，有欠缺经济上有欠缺，伫人力顶面有欠缺，咱甲伊做伙做谈判教会，来推动这个事工。互上帝迄个福音会当扩大，互上帝的疼会当扩大出去。这就是咱教会设立这个委员会最主要的目的。咱常常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咱有设立无共款的机构，咱有安养中心，有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这个拢做真好的工作，来帮助社会中间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上帝设立为咱教会真重要一个交代咱使命甲计划，所以这推动这事工，就是需要有丰盛的疼。所以望讲，咱能持续来参与伫这个事工。最后一项就是望保罗接续
称赞因讲，佮怎样坚守对咱主耶稣基督的愿望，而且愿望是特别之格外的愿望。帖撒罗尼迦这本书信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主题，就是讲起到未来格外的信息。伊讲起到未来格外，就的确甲耶稣基督的会搁再临有无通分的关系。咱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13节到14节，保罗对因讲兄弟姊妹啊，关系已经死去的人，我愿望恁知影一寡代志，免直直忧伤。咱对着亲人死失，对着教会朋友死失，咱难免会伤心。但是保罗勉励伊讲，毋通亲像遐无愿望的人。咱相信耶稣对死人中搁活，所以相信上帝也要将遐已经死去、已经困去的信徒，甲耶稣基督做伙带去。所以信耶稣基督的人，应该对生命的搁活有坚定的愿望甲信心。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甲一般人上界无共款的，就是应该伫遮。这种愿望表现伫两个方面，我需要甲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咱对生命中间，就开始无惊吓。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保罗讲，而且愿望着伊的囝耶稣基督对天顶降临。这位耶稣就是上帝予伊对世人中搁活迄一位，伊予咱脱离迄个将要临到上帝义的生气。咱今日要伫遮共修圣餐，甲主同齐道。咱每一遍共修圣餐的时候，咱就去知影主耶稣基督所带来迄个恩典。因为咱每一个软弱的罪人，若无因为主耶稣基督，伊替咱受苦受死，搁对世人中搁无啊，咱是无愿望的。咱每一人接受审判的时阵，拢是该人爱死啊。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咱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咱当逃脱上帝义的愤怒。所以咱每一遍咧守圣餐的时阵，咱就是对心底去感谢上帝，因为主耶稣基督，互咱对死亡无搁再惊吓，互咱成做一个有愿望的人。所以，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知影，肉体死亡毋是一个结束，反倒当是永远享受生命喜乐的开始。如果一个人伊连死亡嘛毋惊，安尼世间的困难都无法度拍倒伊。另外，咱嘛爱去思考，咱肉体死亡进前还佫有真长的日子，伫这日子中间，咱爱活了更较积极、更较圣洁。一个对未来有愿望的人，一定爱生活了更较积极、更较圣洁，因为伊深知，只要持守这款的愿望，将来咱会当得到荣耀的冠冕。所以活了更较积极、更较圣洁的生命，是表示咱有愿望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上帝会安尼激励咱。咱今日伫遮庆祝青年教会109周年的生日，咱应该爱活出信心、听心、愿望的生命，来荣光主的性命。牧师深信上帝要赏赐予青年教会，就是一个充满信心、愿望、听、表现健康、荣耀的教会。如果你若有这款的认为，咱做伙来求上帝帮助咱，真正会当调整咱的生命。阮伫每一个时刻拢活出信心，伫咱教会中间彼此相听，然后持守着永远活愿望的一款希望伫咱的生命。这款的表现来见证，咱就是这款的教会。这款的教会对咱的社区、对咱的社区、对咱的国家带来真大真大的祝福。愿上帝亲自带领保守看顾咱，互咱真正会当荣光伊的性命。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今仔日你的话，阮真清楚。主，你意爱阮诚做一个有信心、有听心、有愿望的教会。
求主亲自点到阮心中较无的火，互阮会当军队在先辈的骹步，真正活出信望爱的生命见证，来荣光你的性命，来祝福更较侪人。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即时要起立来念圣诗277首，受悲迄暝救主耶稣。是啊，咱念诗完，咱要来领受圣餐，咱起立来念。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囝仔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囝仔着无打重大，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伊安尼讲，要喙打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伫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作谢来八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的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逐生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司。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垂肯圣神来圣陪阮，
也性别者的摆列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互阮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互阮会当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性命。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用咱恭敬的心，伸出双手来，小委员来将饼放伫咱的手中。当咱摕到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互咱得到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孝念我。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你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生活的食物，也互阮知，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感纳阮，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守持阮信心、望甲疼，互阮会当用阮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时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礼拜，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来感谢祈祷。慈悲疼痛怜悯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109年来丰丰富富来祝福伫上年教会。主啊，阮用着感恩的心，阮献出淡薄的钱源，阮较要紧要付出阮的财前、阮的时间、甲阮的性命，伫你的面前。亲像你今仔透过牧师教导阮的，阮要同心合意来建造一个有信心、有愿望、有疼心、健康的教会，来荣耀主你的名。主啊，阮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坐。咱接续要来念密式请牧师。咱有要来就任这个基金会的这个信徒委员哈，请信徒委员来到头前。哦，要有伫外面的吗？哦，来。咱教会小会通过，接纳徛伫上帝面前，即几位诚做咱慈善基金会的信徒委员。恁着诚实照牧师所问恁的来回答。恁要领受这个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恁要领受这个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尽恁的气力来执行上帝交代恁的职务。恁有约要安尼行啊无？咱同心来祈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上联福利慈善基金会的信徒委员、小组的信徒委员。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注意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恁两位向后转吼，咱拍婆啊，鼓掌哈，来鼓励一下哈。因为尽因的气力来参与伫用因的文书来参与伫这个小组的运作哈，多谢请回座哈。来报告。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为本会设教109周年纪念主日，我兄弟毋通袂记上年的精神，甲宣教的初心，继续同心合意，为了参与教会各项宣教事工，并且以奉献甲祈祷来支持教会事工的推展。接续就是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妇女事工的设立100周年的庆典奉献主日，互兄弟共同为着各项妇女事工100周年庆典的活动的筹备、推展关心来到甲奉献，并鼓励妇女积极参与服侍，贡献女性的信仰经验、地位甲力量。特别感谢妇女团结同工伫第3场礼拜中参与奉献的施献的服侍。
要特别关心因的奉献地徛伫咱10楼的走廊的桌仔顶吼，咱会当家己去摕。来具体关怀内底咱有特别真济有人的家庭内底有事实上伤心的代志有五位啦吼。第一位本会会友潘正祖兄弟伫2月初5安乐主怀，定伫3月初10本礼拜四中午10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荣厅1楼至真3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大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位本会会友高全坤兄弟伫2月17日安乐主怀，定伫3月12本礼拜六上午10点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荣厅3楼至美1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大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3，本会会友带秀梅姊妹李建芳、李雪珠的妈妈，伫2月18日安乐主怀，定伫3月初9，本礼拜3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荣厅1楼至真1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大德愿上帝安慰遗族。佮接续本会会友谢美珠兄姊妹伫2月25安乐主怀，定伫3月10日本礼拜5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荣厅3楼至美2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大德愿上帝安慰。佮接续本会会友柯丽珍姊妹的爸爸柯世科兄弟。伊伫3月初安乐主怀，定伫3月12本礼拜六上午11点半，伫高雄市第一殡仪馆永怀堂举行入殓追思礼拜请兄弟关心大德愿上帝安慰遗族特别求圣神甲遮个家属同在吼。第六酒杯第5点，就是这第6点吼。恭喜本会会友唐英宏先生甲伊潘元珍小姐，定伫3月19，下礼拜六伫下午3点，伫本堂的本会10楼的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莅临观礼，愿上帝祝福这对新人。接续伫全教会培灵会伫疫情的中间，咱以为生活伫太平的时代，平安富足，无啥物代志通啊烦恼。疫情了后，咱发现苦难一直伫咧，受伤病痛、死亡的阴影拢无法度离开咱。那安尼，咱要安怎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咱要安怎来面对？咱搁要安怎诚做遐失丧的人的安慰者、受伤者的帮助？邀请咱大家会当来报名吼，伫3月19就是下礼拜拜六9点到12点。主题是基督的心志伫这第1讲甲第2讲拢伫咱10楼礼拜堂王聪尧院长要来传讲咱报名到3月13下主日为止，需要报名，咱要准备讲义午餐助理会当内底订便当会当交100块，请温慧甲营运干事来处理。第5，传播小组的消息相连教会全新的官网正式上线，顶面有真侪活动甲查询的资讯，鼓励会友会当较直去使用，会当上网，再有QR code 会当去扫拄了咱牧师报告嘅咱即摆会当透过咱的网络，透过咱的资讯这信息会当搁做个广快推播啦让咱的亲戚朋友会当了解咱教会信息。第6点就是敬老的旅游，3月28本礼拜2要前往台中中社花海敬老旅游，请已经报名的长者同工早起8点半伫教会准备出发。最后教界消息教界消息，马街来台湾宣告150周年联合的庆典礼拜请报名兄弟伫本主日的中昼12点，伫9楼02厅斗阵用餐。咱1点的时阵要斗阵坐车去和平篮球馆咱的迄个海报伫这个银幕顶面咱请大家注意。以上报告，其他咱等下家看，嘛
为教会做事工来带导，咱就请牧师来欢迎新朋友甲祝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有几位，第一位是这个邱佩君小姐，那这里倒位？来第二位是一对夫妇刘新义甲林妙喜夫妇伫头前遮欢迎。第四位是赖子玲小姐，加好。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中间甲咱礼拜无介绍到。请这贵宾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接待甲介绍。牧师甲大家补充报告就是咱有这个有接续要来的这培灵会请大家把握时间报名最近嘛是真侪这宣教活动大家当注意关心来参与多谢。咱最后请起立来吟诵上言511首《俄勒上帝至高至尊》，咱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恩，恭受差遣。